好，都延两奏，都用两奏，青年不重来，一日难再晨，及时当勉励，岁月不待人。谈日本的时候，感觉讨厌没啥不，吼，这是讲这个做这个事的人啦。啊，即马就是生年重ねて来らず、一日再び明日し。時読んで時まさに連綿すべし、歳月人を待たず。迄就是讲岁月不等人啦，安尼啦。